老板娘你好，这个是家里面多出来没有用到的，然后拿来这边寄卖一下。是。那麻烦你就帮我找个好一点的价钱。哦，可是我们这个物品哈放的比较久哈，所以说你看像这个木板，它有松脱的情形哈。严格留下资料过后，就是来寄卖。这间二手货品店经营模式就是很简单，看下那店方嘅运气、家电、鞋、衫，乜嘅弄有，一條差唔多拢係東西幾面嘅寄賣品，甚至太顯物品也佔得到。像我了嘛有俩較太好嘅天麻吼，啊俩天麻新嘅口嘅總下有。啊，若佫較太好啊，種鋼琴嘛吼，啊陽琴也對啊吼，種啊欣賞咯，係欣賞咯，啊，真多好睇。55年次嘅賴永林係一間二手貨品店嘅主人，佢本來從事服務業，2年前為轉故鄉，其實也係過不長。啊，結果台灣那個化妝品公司緊靠，啊，佢了睇到一定係到店嘛，哦，公司倒閉。啊，我都安尼包袱款款的都轉來。那個手邊吼含有中錢，是的另起爐灶。啊，今晚吼真拄風啊，總下吼微信總下無中錢，嘿啊，都開始想咧。因為用那個方法吼，是的為一家又為拍啥吼，做一條線，吼，因為我嘛有寫咧，我都開始想講。物價係捱愛。陶東市開二手貨品店，是嚟講係創新。賴永林堅持行出自家嘅風格，冇用賣糖嘅方式，係提供幾面幾賣，為二手貨品發揮新生命。用幾下呢貓好愛吼，該係對物主哈東西的持有者比較不利。啊，因為如果說安尼一件的東西哈，佢通收500、1000，就算家啲幾件的東西，那賣唔了資源回收啊，哈，都唔止500。啊，用寄賣的方式賣唔出去，哈，按都慢慢加錢哈，價錢降落來，哈，9折、8折、6折、4折、2折安尼出去哈。我認為咧較合理。這套東西了解淳樸嘅現象，寄賣了解模式並未按簡單推廣。將開始嘅時節吼，2種嘅垃圾回收廠，係啊，佢無想到講吼，你個互相吼東西的流通哈，啊，有想講用到壞牌的東西將哪裡用？所以開店前半年，賴永林弄同民眾交通觀念。用唔得嘅東西，嗰哪裡用吼，你係唔錯嘅，哦，啊東西冇出吼，冇洗，你哪來用，你嘛係冇禮貌嘅，吼啊。對咧，較高級，品相較好嘅東西，你話都係遲到50、100塊，你嘛係唔錯嘅。因將心比心嘛，吼，來為頭到尾推廣安尼。大概講，差唔多前半年吼，當時種下燒香，好啊，等間了解了後吼，見到係無去接受。給你清潔的工錢，真的嗎？這些東西很實在用，很新鮮啊，對啊，總比我們買那些新的好。這種東西就是一陣子小孩就淘汰了啊，對啊，有紅葉配你的蒙葉嘛，1層而已，對，是有時候甚至1層都不到，所以我覺得實在的這種東西實在買上去。100塊來講吼，係。對半啦，啊若講倆東西嘅價錢越高吼，啊倆東西嘅主人吼，拿賺嘅錢嘛越多。
但係物主有時無想拿將伊個錢，濫用力來親手做愛心。俺兩店吼有個愛心奶瓶啦吼，有的人因為俺嘞係寄賣吼，啊有的人東西呢佢賣出去，啊價錢就冇拿轉去咧，又講啊替俺做吧個，哦好，啊俺就推寄個普迪度吼，啊嘛係一個單位200塊安尼出去就出來，啊有簽名，係有收到錢就有簽名安尼，啊有都係講有個人客。佢買東西慢慢29塊、30塊，唔是走咧啊！你消費就透亮。兼做愛心係咱玉林開店嘅另外一個理念，無論幾多錢，也係當求攏賣唔出去嘅物品，都取得物主嘅同意之下，扮演一擺根本社福團體。我需要一個袋子，然後這個沾污的要拿下來丟。哎，對，大袋子。大的袋子，好，可以。要我，多一塊好，辛苦啊。可以啦。OK， 差不多啊，這間較少。啊，那無賣出去嘅東西吼，伊參從騙去類佢嘛會賞取個快拍。啊，伊個玩具類吼，嘛會從人家來命看啊吼，啊嘛會順快就出來。咁以前都扮演做一道倆清倉啊吼，啊無東西會越燉越多，好嘅同壞會難強下，冇一個品質的。用得到的東西，是得過哪裡用？哦，啊，用唔到的就做個資源回收吼，啊，是得賣一出錢，起碼是得用得到。成立二手貨品店，本居民是得流通物品。咱玉林也因為安尼開創事業天意村，那種無搶生意嘅生意，佫較為了間店尋到無窮款嘅天位。